而且，我要将恁爸囝个人行法的经过重新招来。完了！杨家族为国尽忠，牛真城破，遭受惨死，哪有向我道理呢？我将永兴。完了！这粒药医，顶面却有放了国，刘母哦，又用照狗的你，所以皇上才相信咱杨家投降反叛，被惊狗的人当作皇了皇位。伊还佫讲，你回家是为着要接阮家娘去放了团圆的。团圆。咱杨家今生哦，咱中好我咱的心肠啊，如何弄啊？阮爸囝真中将命丧，风泉的老乡啊。阿爹，甲这位大哥全部惨死。是，老相公，喂，阿娘，母亲，母亲，老太君，阿娘，老太君，你较振作些。老太君，母亲，老太君。你较振作一下。
为何会落处下场嘞？只剩烟枪一个囝，要讲唔放伊煞，要顾伊死，这天理何在？正义何在？这里才伤心，请你叫陆将军将伫五台山败兵代志详细搁再讲一遍。本王来替伊写一篇状纸，再来交予北王兄，再听候皇上，一定会巴肚头替恁洗刷冤枉。对，只有这个办法。陆准，在，紧准备左边。是。王你为王爷中义要来相助，你紧将过去的情形讲出来。你情的开言
这王，我要紧，我要紧。原来杨家昌不是韩范，全点我们真痛死。王太叔觐见，传你觐见。遵旨，皇上有旨，王太叔觐见。皇上，有言交，休了曹王爷，不容放走。我无放伊走，人在天宝府，若是倒食，你可以来找我。皇上，看什么？怎抓你该看的？皇上，这全部是逼出的，唔系什么人加了证纸，要陷害老神啊！王国长，要若安尼讲，假造玉印，陷害忠良，这也毋是无可能哦。皇上，杨延昭几项反帮，伊讲的话，敢就是会相信心？冤枉，老神实在冤枉啊！不记得，他记得。心里知，在这件代志，命恁两人限了4个月内查明此案。遵旨。皇上，遇到这两件事惨，老神该受灾殃咯。传你。你讲什么人是奸臣？无啦，无啦。你这个奸臣啊，陷害忠良，在证据还未到手之前，本王就先打你20个金蛋，代替受害者你出出去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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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